这里要重新装修，这家店的灯光再调得亮一点，这个广告牌子要重新更换。顾总好，这家店装修的不错啊，进去看看。 欢迎顾总莅临指导。把头都抬起来。你的头发太乱了，弄整齐一点。你的发型不错，皮肤也还可以。你的皮肤不太好，下班之后多敷一点面膜。整体还可以，不错。 谢谢顾总。什么鬼？你怎么会在这儿啊？这么巧啊！妍希，妍希，哎，你说这件好不好？这个好不好嘛？锦溪，你朋友啊，介绍一下吧。锦溪，啊，对，我是她闺蜜，我叫林小薇，你叫我小薇好了。你好，我是顾西城，我是她老公。老公，老公，你好，老公，不是，你好，郭先生。你是不是肚子又不舒服了？我陪你去洗手间好不好？走。不是，没有，等我们一下哈。记得干嘛？不是，哎，快！我别硬撑着，你，哎，我没事，哎，怎么成锦溪了啊？他什么时候变成你老公的？你老公什么？闭嘴！听我说，我知道你心里现在有1万个问题想要问我，今天之后我会一个一个的跟你解释清楚。但是现在你必须要陪我演一场戏，一会儿出去之后你就说你要走，我不让你走，你家里有事必须要走。你这么英语聪明，肯定明白了，对不对？快走！哎呀，走！一会儿你们去哪儿？我让司机送你们。不用了啊，我呢家里还有点事儿，我就先回去了，好不好？你说好陪我一天的，有什么事啊？那么着急？家里有事儿嘛，你就既然你闺蜜有事儿，就让她回去吧。就是，这里，谢谢，亲爱的，记得联系我啊，改天请你俩吃饭，当是我赔罪，好不好？谢谢啦，拜拜。你这个闺蜜还挺有意思的。看着
了是不是？要不要我给你修个眉啊？这位姑娘，你老公我已经从良很久了，你不知道吗？走了。去了？放哪儿了？难道在家里？这个锦溪干嘛去了？安，进来一下。我下午有什么安排？下午是长城电子项目施工坍塌的问题，合作方会过来商讨解决方案。这个会我不参加了，我回家一趟。哎，可是顾总，让常志成去参加，他自己捅的娄子，自己解决。去哪儿了？不是你妈妈，就是你妈！要！你给我回来！我让你不听话，我把你关小人屋去！到拐角的王奶奶家，给我拿2瓶酒。爸爸，我还要写作业。
学习，实习有什么用？给我拿走去！赔钱货，在家里钱都不给我了。锦溪，锦溪，锦溪，锦。怎么把鞋子乱扔？锦溪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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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锦溪。西城，西城，锦溪，你醒了，现在感觉怎么样？你别说话，我去叫医生。方叔，快，锦溪醒了，我去叫医生。哦。少夫人醒了。方叔，发生什么了？你真的不记得了？那天要不是少爷临时回来拿文件，后果可就不堪设想了。少夫人，少爷担心您的身体，已经在病床前守了3天3夜了。我睡了那么久啊！方叔，你赶快让西城回家休息，别让他在医院待着了。常医生，您过来看一下。锦溪，医生来了。贺小姐醒了。胡少，既然贺小姐醒了，就说明没事了。她现在只是比较虚弱，好好休息就行了。那就好。哎，正好她醒了，我想问个问题。好。贺小姐，我想知道那天你都吃过什么东西，见过什么人？您为什么要这么烦呢？顾少，我们在贺小姐的血液检验报告里发现迷药的成分，我们怀疑是否有人蓄意将含有迷药成分的制剂喂食给了贺小姐。好，我知道了。常医生，您先去忙吧。好，好，谢谢啊。锦溪，你好好想想，那天家里有没有来什么人？那天中午家里没有人，我睡醒觉以后就下楼了。
牛奶，我下楼之后喝了一杯牛奶，之后我就什么都不记得了。少爷，我会尽快把事情调查清楚，给您一个交代。进来。常总。啊，找我有事吗？我来是想问问您，上次长城电子的事儿，我有什么可以帮忙的地方吗？我劝你以后还是少来我这为好。没事儿的，顾总这几天都不在公司。为什么？您不知道，怎么了？总裁夫人受伤住院了。怎么回事？具体什么原因我也不知道，但我知道的就是顾总一直都在医院，根本没空来公司。能不能帮我一次？什么事儿？您尽管说。把顾先生最新接触的几个案子资料还有客户联系人拿给我。常总，您让我考虑考虑。帮帮我。少夫人，我给你切个苹果吃吧。
西城，是不是公司出什么事儿了？公司能有什么事儿啊？你现在要做的是安心休息，其他什么事儿都别管。露露，哎，方叔呢？哦，方叔他在门口跟公司的人交代事情呢。锦溪，我去跟方叔说点事儿。少夫人，吃点苹果吧，来，给。好，我说的都明白了？明白了，去办吧。好的。方叔，呀，少爷，我让你查的事情查得怎么样了？啊，我查看了别墅区附近所有的监控录像，只在一个摄像探头录下的一小段影像中，发现了一个人影。所以我想，这个人一定对顾家是了如指掌，他几乎避开了所有的监控录像。看清楚这个人是谁了吗？好像是少夫人的表姐苏妍希。苏妍希，想不到这个女人竟然对自己的妹妹下手。方叔，最近公司的事儿，你也知道了吧？知道。你是怎么向奶奶汇报的？啊，少爷，我这是奉命行事。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我只是想知道对于这件事，奶奶是什么态度。老夫人说，近期家里出的这些事情，很有可能引起公司内部人员的躁动，外界那些对神龙虎视眈眈的公司也有可能因此而介入，所以希望少爷能够小心谨慎才是啊。我知道了，所以公司那边，你得派人帮我盯住常志成，我怕他近期会有动作。明白。醒了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都不记得了。你是张叶达？想起来就好。来，把衣服穿上，收拾收拾，咱俩去吃个饭。张叶达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的目的就是帮助你呀。你看看自己的脸，跟以前有半点关系吗？你想羞辱我？怎么能叫羞辱你呢？我是让你看清楚现在的现实，掂量自己的分量，不要再这样自作多情了。如果没有以前的脸，你什么都不是。如果你要想夺回你以前的一切，你只有靠我。靠你？你能做什么？是，我们俩道不同，但是目的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完全可以信任我。你整容，再毁容，又再次整容。你想控制你的妹妹，结果偷鸡不成反18米啊！把自己的金主拱手让给了她，这都不要紧。傅博雅的事儿没这么容易解决了吧？这个男人到底什么来头？怎么我的事情他一清二楚？看来还不能激怒他，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好啊，
我可以答应你，但你要告诉我我怎么帮你。你现在要做的，就是把留在你妹妹那儿的把柄都收拾收拾。下面要做什么，我会告诉你。以后你只需要安心的在顾家当你的少夫人就行了。另外，每个月我会给你一笔钱，当做我们之间的合作费用。OK， 成交。我就喜欢你这种识时务的女人。真好啊，终于呀可以出院了。哎，走吧。哎，陆总，少爷回家了没有啊？少爷回家啦，他还说让我直接送您回家。是这样的，我好朋友呢知道我今天出院，想约我出去聚一下。啊，可是少爷说了，一定要让我把你送回家才行。哎，露露，如果少爷问的话，你就跟他实话实说好了，出了任何问题都由我承担，好不好？啊，我们是好朋友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我先走了啊。少夫人，少爷，少夫人呢？少夫人说有朋友约她出去聚一聚，就让我自己先回来了。什么？这刚出院就出去聚会了？哎呀，这个锦溪也真是。少爷，您找我？我去上班了。方叔，你跟我出来一下。方叔，公司的事，一直以来你是跟谁接头的？林理事。林理事，他最近有跟你说什么吗？有吗？您的秘书陆安安，最近一段时间跟常志成走得比较近。常志成，看来这个常志成已经坐不住了。好，我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好几天没见着我妈了，可想她了。哎，护士，哎，苏小姐，我想问一下我妈妈呢？你妈妈刚才来了一个女孩，说是你姐姐把她带走了。我姐姐？对呀，我还纳闷呢，从来都没看她来过，好像叫什么贺锦。出事了，快走！苏小姐，苏小姐，贺美熙，你站住！贺锦熙，你太过分了！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，你要是还有人性，就不应该碰我妈妈。妈妈，她有什么资格做我妈妈？你告诉我，你到底想要干什么？苏妍希，你把我出现在神龙集团周年会上的资料、照片，还有我的手链还给我，我自然会放了她。不然你一辈子都别想见到你妈妈。贺锦熙，喂！妍希，你一开始跟我说的，你姐姐毁容让你替家这事儿，我以为你是糊弄我，或者是你电视剧看多了瞎编的，没想到这是真的。怎么办？我们报警吧！啊，他劫持了你妈妈，这是绑架！我不能报警，你不了解贺锦熙。如果我报警的话，妈妈性命真的会有危险的，而且顾西城也会发现我从头到尾都是在骗他。怎么办？那你打算怎么办呀？你先回家吧。哎，妍希！